揸咗 Gladiator 一段時間，咁接觸多咗，即係越嚟越多睇其他 off-road 嗰啲片，咁就發現有另一架車係好多人去討論嘅，就係 Toyota 嘅 Land Cruiser 70系啦。咁喺網上會見到好多人都話呢架車先係真正嘅神車。咁睇得多之後呢，自己都慢慢有少少諗法嘅改變，咁覺得 Jeep 係好玩，但係佢始終都係自動波。咁以前喺香港一路都揸開棍波，自動波好似少咗份投入感喎。咁再加上 Toyota 出名就係好可靠，咁第時如果有一架車要陪我去澳洲最偏遠嘅地方，咁我係咪應該揀翻一架 Toyota 70系呢？所以冇耐我就買咗呢架Land Cruiser 76啦。76佢就係偏向 SUV 嘅外觀，即係叫做嗰種 wagon 嘅外觀。咁78就係一架軍車款啦，可以話佢就少咗兩隻門，車身係高啲，但係佢個尾箱呢就可以擺好多嘢。咁啲人會改，可能擺張床喺入邊啊，或者塞滿晒啲儲物櫃咁樣。咁79就係農夫車版啦。咁呢架 Land Cruiser 76呢，我 total 揸咗3萬幾公里。個外形佢個側面同車尾我都係好中意，方方正正，好有復古嘅味道。咁但係個車頭特別嗰盞頭燈呢，我自己就覺得麻麻地啦。如果佢好似前期嗰啲舊款，或者係而家啱啱改款之後圓燈咁樣樣，我覺得係靚仔好多。咁呢架車嘅內籠，我覺得係好過癮嘅。你望落去呢，你用而家嘅設計角度，你會覺得佢基本上係冇乜設計可言，就係一架好似商用車咁，完全唔靚嘅內籠。咁但係偏偏我又好中意呢種感覺。你睇佢嗰啲冷氣掣啊、中控台嗰扎掣啊，好似翻咗90年代咁。佢唔係復古，佢係真古。因為70係由1984年一路去到今日，基本上佢大部分嘅設計都係一路保留落嚟，係冇乜點變嘅。咁其實好嘅設計又使乜成日改呢？咁至於佢個優點，大家都睇到識背啦，就係嗰啲可靠耐用、容易維修、小電子系統、油缸又夠大，咁續航力高，可以一車全3代咁樣樣。咁到底呢一架車係咪真係好似啲人講咁可靠呢？咁我覺得只要大家望下可能澳洲嘅礦場偏遠地區，或者一啲人道組織、人道救援組織，佢哋用緊乜嘢車，或者你睇下以前 ISIS 成隊70系嗰啲車隊，咁你就應該知道呢架車究竟係可靠到乜嘢程度。佢就係夠簡單，冇一大堆嗰啲所謂電子安全系統喺度嘈 Q 住晒，冇 start stop， 亦都唔會有嗶嗶聲，等你可以專心揸車。不過真係簡單得有少少過分嘅，因為佢連呢個倒車鏡頭都冇嘅。而家新款即係小改款之後呢，好似就加翻呢個功能啦。咁另外就係佢嘅視野其實係非常之好，並唔係因為你坐得特別高，而係佢所有玻璃咧都好大塊，車身又四四方方，咁其實好容易睇位。咁當時仲有一樣嘢吸引我，就係 V8 引擎，以前一路都好想試下 V8，仲有幻想過會唔會有靚聲呢？咁之後知道自己其實係諗多咗，因為柴油始終就係柴油。去到後尾我仲走去改佢個尾喉，不過老實講個分別唔大，即係嗰啲聲唔靚就係唔靚，就算 V8 都係唔靚。講到性能，大家就唔好覺得 V8 好快，佢其實係好慢嘅呢架車，200匹左右，平時揸係冇乜問題。咁如果你去到嗰啲偏遠少少嘅公路嘅時候，前面有架超長嘅嗰啲 road train， 你要超車呢，你就會感受到呢架車係幾咁冇力。呢個當時覺得係一個少少嘅缺點嚟嘅。咁揸咗一段時間之後，雖然我自己係好中意揸棍波，咁但係真係攞去 off road 嘅時候呢，我反而又覺得信心不大。尤其係嗰啲好慢啊，嗰啲斜路好複雜嘅路段，心入邊始終都係覺得，如果係揸翻自動波去 off road，件事會舒服好多，會穩陣好多。仲有另一樣嘢就係，雖然佢係棍波，但係呢架車唔知係咪Toyota原廠嘅設定，定係嗰啲安全系統嘅問題咧？如果你個 brake 咧係踩得比較深嘅時候咧，佢係唔會俾你保油嘅，係好奇怪嘅。呢架 LC76 咧，佢基本上係一張白紙嚟嘅，佢嘅配備係偏向基本嘅，即係如果你同之前架 Jeep 嚟比較嘅話，佢唔會有任何嘅越野模式啦，所有嘢基本上係靠你自己判斷，亦都係要靠你嘅技術。雖然係麻煩啲，但係因為就係咁，可以令到你學識點樣去控制一架四驅車。
咁揸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又有另一個諗法，覺得有時四驅車未必一定越大架越好。如果有架車可以 off-road 之餘，仲可以兼顧埋出街食飯去市區，又自動波，咁設計又簡單又可靠，有冇啲咁嘅車呢？咁啱嗰段時間，澳洲有一架車，周圍都冇貨，個個都話想要，個樣又得意又復古。咁佢係咩呢？佢就係 Suzuki 嘅 Jimny。咁 Jimny 由第一代1970年開始去到今日咧，都只係出咗4代啫。佢今代好多嘅設計其實都係攞翻以前嘅經典元素，好似嗰啲圓燈、方盒、細細架，一望落去咧就成件事好有味道啊！我自己就覺得除咗第3代，每一代嘅 Jimny 都好靚仔。佢雖然細，但係佢係一架真正嘅越野車，梯形車架啦，咁有呢個低速4驅，咁前後固定軸冇花巧，所有嘢都係傳統越野車嘅結構。佢嘅越野配備唔算多，冇差速鎖，但係正正因為夠簡單，所以佢嘅改裝潛力其實係好大嘅。你一開個 IG 或者就咁上網 search， 你都會發現呢架車其實有好多人係改到好誇張，甚至有人改到成架 G-Wagon 咁樣樣。不過我當時嘅定位就好清晰嘅，呢架車其實係一架 weekend 嘅 fun car，咁主要係攞嚟做一啲輕度越野，可能落下沙灘啊，平時自己一個人出下街咁就算啦。咁好似嗰啲 Bull Bar 嗰啲咁重型嘅裝備咧，我覺得其實係唔應該擺喺呢架車上面，因為 Jimny 佢最大嘅優勢，我覺得就係夠輕。咁一般市區揸呢架車其實真係無敵啊！佢車身得個3米半咁上下，你無論係泊車、掉頭入停車場，全部嘢都係好輕鬆嘅。咁加上佢玻璃又好大塊，四四方方，睇位又超級容易。咁講到性能呢，其實同 Land Cruiser 76都係一樣，你千祈唔好對性能抱有任何嘅幻想。呢架車係得100匹咁上下，平時上到81嗰啲 highway 要扯住3000幾轉，仲要得4速嘅自動波，油耗呢又唔係特別靚，都行到9 lit 10 lit 咁上下噶，所以唔好以為細車一定係好慳油。咁但係好奇怪嘅就係呢架車係真係會令人笑嘅，唔知點解每次揸佢呢都會係好開心嘅成件事。NA 嘅引擎機械感，冇乜電子系統，就好似翻返去以前咁，好單純揸車。唯一可惜就係有少少後悔買自動波。去到臨尾我仲買咗套 Vinyl Wrap 嘅車頂架擺咗上去，裝完之後好似好靚仔咁，但係之後先發現其實有少少揾笨，因為成套 kit 呢，佢已經重20 kg，而 Jimny 嘅車頂原廠負重其實係得30公斤。即係如果你跟足原廠限制咧，係擺唔到啲乜嘢。咁喺呢個時候，其實我已經有2架可以越野嘅四驅車咧，咁就係 LC76啦，就負責呢個長途同埋越野。咁 Jimny 就係攞嚟平時用，同埋得閒就落下沙灘咁樣。咁照計呢個組合應該夠啦，係咪？但係慢慢我又發現，其實我想要嘅唔單止係可靠，我開始想要一架原廠已經有齊越野能力、自動波，唔使改裝，外形又靚。仲有要加上屋企人係可以坐得舒服嘅，應該話稍微舒服啲啦。因為如果你係買翻 body on frame 呢一種傳統越野車嘅結構，都冇得話舒服得去邊。咁嗰陣我又睇到 Ford 嗰架 Ranger Raptor 好似好正，咁但係屋企人就開始話唔中意 Ute，唔中意農夫車，而我自己又好懷念以前 Radiator 嗰種一買翻嚟就可以直接去越野嗰種感覺。咁所以到最後我就揀咗 Jeep Wrangler Rubicon，冇錯，又係 Jeep 啊！